的啦。说呢这个5、8、6、7呀，5啊就是眼耳鼻舌5个叫无，8就是阿赖耶识啊，6就是意识，7就是末那识，就是地意识啊，所以啊5、8就是果，6就是因，果因转。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啊，要从因修才转果转得动了，不能从果转，从果转不动了。或者做比喻，说我们现在就是因地，然后我们想买车票，要到车站，车站是果地啦，你在家里要车票吗？买不到啦，地买不到果地的东西呀。你要开始从家里出发到车站，你到车站了就可以买了，从因转，因先转啊，果才转得动啊，所以啊，我们从6、7、6就是我们意识，我们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啊。观察完成的万象事，变成了我们的妙观察智，把意识第6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六祖讲，妙观察智啊，见非功，见到有为功用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你从6意识就见到佛性，好不？最好了，你见到佛性，都用佛性来主宰你生活的应进对，这样子都不着，就不用受苦。所以先把第6的意识转成观察智，然后再把第7，那个我们的那个末那识，末那识就是意根，我们把它打成那个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心无变。当你心平等了，没有变，心已经没有变了。我们现在在凡尘各心平不平等？绝对不平等我们一起心都不平，心就一定很明显，所以都不平等，不平等心就有病我们把那个第7的那个潜意识就是末那识转成平等性心就无病。然后第6、第7转好了，我们再来转前面眼耳鼻舌身。那眼耳鼻舌身，我们平常在用的时候我们都给它当家做主啦。那我们现在用第6、第7用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来指挥眼耳鼻舌身成所作之，你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这样子的话，一点业都不造，一点业都无啦，所以成所作之头严谨，就跟那个第8阿赖耶识一样，都已经转了，然后最后再转第8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已经转到我们原来的那个如来藏，如来含藏三德大地，这个最理想的已经恢复到我们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了解5、8、6、7果因转，会不会走？听就有在听啦，要做还佫一段距离呀，对不对？要做啦，你做了就会到。你只要肯落实践它就真的有一天就呈现就整个都到达所以我们修呢那个平等心平等的就有了。那么善疑色心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色心很重，收摄我们的心
就是回光返照。各位会回光返照吗？会不会？可是我们都不可能呢，都把心外放在，要放的去较紧啊，要甲较恶。哦，好像现在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啊一样，哦，讲要带我到佚佗哦，欢喜甲一定会着。你若讲要甲带回来，卖啦，唔卖。哦，就是啊，哦，很喜欢往外，所以各要记得，哦，你往外啊就是众生，收回来就是菩萨。爱这众生啊，爱这活菩萨。做活菩萨得爱摄心哦，收我们回来哦，哦，爱这活菩萨啦，不讲要摄心，唔系，安尼有法度哦，心又不收摄，又想当活菩萨，有没有办法？哦，没有办法啦，所以一定要哦收摄我们的回来。我们就想想看啊，我们让心啊跑到哪里去？跑到凡尘的4万象上面去了。那一些万事象都无常变化，我们为什么让它跑去无常变化？我们自己都很甘愿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把心哦，外放，哦，外放啊，实在出去无啥物代志，都干那要我出去，好啦，出去佚佗，哦，不想收他回来了，又想哦，这个做佛菩萨，又不想收心，这个真的很矛盾哦。有一天呐，当你已经踢到铁板了，都很辛苦艰苦了，好啦来收心，你顾才甘愿，没有踢到铁板哦，拢唔甘愿收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啊过得太顺哦，那绝对是上天对我们一个考试啊，看你是搞有影讲心要倒转来，这个心都收回来了。上天发一张考试单，给你赚钱，给你事业都很顺利，给你有社会地位。各位姐姐，你要不要收心？要不要？真的是5心。这个心口不一啦，有咧想啦，久无想要做，真的当你遇到挫折，外口大家拢甲你举起过来，拢无顺利的意思。这个时候啊，叫做体谅。那你做什么都不顺，这个时候叫踢铁板。这个时候你肯把心收回来啊，我靠天人的，拢假啦，好啦，甲心收回来，这个时候才肯啦，对不？对不？很正确哦。若要甲你考互你拢真顺，保证讲对无爱受，迄嫌人嘛无去啊啦。讲转来研心理师无，我怎无用？无用咧创啥？我一寡钱也袂用的咧。一大堆拢是身躯比爱紧啊重用的。要不要做呢？要不要？要不要？要啊！这好啊！又有钱又有闲，够有钱够有闲，都研究会调，不成就。一定成就。所以啊，你看我们心多么重要。所以明心，你心明了，心不外放，我都收回来。这样的话，你很笃定。外面都是变化无常，我干嘛去追？不追，就回来心笃定。然后啊，我修，就是所有的善我都做，然后做好了抛开，不记在脑海。生死得本，
这样的话是累积呀，所有无形的都保护你，保护你就是度化众生，众生越度化你就越高兴，这么多呢都肯回头是爱，都肯精进的彼岸，都肯当佛菩萨。或许都讲你努力研究，照或许讲的去做，没有成果，或许再来陪你们修，有没有？很坚定的，所以一定要努力修，不会都搞海。所以真的又不说假话，不是讲假的是真的绝对可以成。所以那个善意摄心。收摄我们的心，一定也要收摄回来，心回来了就笃定了，笃定做事就有力道。宜之善法，不放逸，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不放逸很重要，就是放逸就是放肆的意思本来就放肆。咱若拢安尼，很谨慎拢安尼规矩矩那个呢叫不放逸，宜之善法呢，不放逸，全部呢都呢能够行止。那么众生行众生呢都按照这样来行，以是因缘得寿命长，以是用这一因缘。心呢都收回来，然后呢修平等心，善法不依，这样做呢，得到寿命长，那个活到久一点就有意思因为都有意的。那么以是义故菩萨于众生，于诸众生终无夺。菩萨呢对众生不会夺命，不会把众生的命让他把这个上掉。那么以下佛所说这一段须呢修神通，方能了解其行深意。三男子像如所问就是你上面所问的沙婆罗门时得是地步就得到了那个次第，也就是最善的那个地。三男子，我使我以得爱力故断其命根非恶心也就爱念才断他的命根。不是呢，那个恶心三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之重好像父母只有一个孩子然后非常的这爱非爱得很重那犯关键字就是犯国家的法律。那么是使父母呢以不若病若杀虽有病杀呢无有恶心病呢就是赶出门不爱好一挂杀呢把他杀死了虽有病杀呢无有恶心虽然对他很不好的那一种处置可是呢没有那坏的心肠。那么菩萨呢维护正法亦复如此。那菩萨呢要保护那个佛法的正法让众生呢都能够脱离来也是这样。若有众生谤大圣者毁谤大圣经典弃编导用迄编改拍苦加自知这个又呢加这个苦字剥夺其命意令改往真修善那个大圣因为这个命中了以后就堕入阿地狱那个受苦没有间断，生的
就用那个皮鞭来打他苦加刺之他受重，或呢夺其命，或把他的命这个夺了就是意令改往，让他呢改过那个诽谤大圣的那一种就去掉，真有善法。那么菩萨呢意常咒是思维菩萨他的意象常常都是这样思维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考虑都是心意识啦。那么这个思维它是在大正道里面的一个正思维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正法里面允许的正思维。那么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有怎么样的因缘才能令众生能够发起这个信心？那么随其方要当为之就随着怎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众生发起信心所以菩萨呢都这个随着众生的方便要呢当为之要做。那么知婆罗门命中之过生阿弥地狱这个知婆罗门那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就自己交代命中之过他已经下到阿弥地狱受苦没有间断的地狱则有三念他呢有三个念头。一则呢自我从何处而来生穷，他自己会想说我从哪里来，怎么会到阿弥地狱其次之从人道中来知道呢从人道之中来。二则自念因这个我是在什么地方即便是阿弥就是阿弥地狱受苦没有间断。那么三则自念成何业缘而来生穷是什么业的因然后到阿弥地狱来即便自知毁谤方等大圣经典所以这个毁谤方等大圣经典最要到受苦无间的阿弥地狱那么不幸因缘魔王所杀而来生穷，念是事宜即以大圣方等经典生信心习其命中生甘露谷如来世界以彼寿命记足10劫所以他呢毁谤方大圣经典堕入阿弥地狱然后这个不信因缘为国王所杀，就是呢在人道的时候不相信因缘，然后被国王杀死，然后到阿弥地狱来。那么念是事宜就是念到这样的这种事基于大圣方等经典又产生那个信见的心，那其实就是很短的时间命中就已经没有命了，在阿弥地狱那个阿弥地狱出来很不可能就是很久。那为什么有办法很短的时间？其实就是马上的意思在阿弥地就灭亡就是因为他大圣方典经典已经产生信进心，所以就在那个地方阿弥地命中的那生甘露谷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之前的那个佛这个甘露谷的如来世界那个地方这个出生
那么一比寿命祭足10节，哦，就是很长的寿命，哦，虽然那个杀了，那个我们了解说，哦，婆罗门被他杀了，被那个国王杀，可是国王杀呢，就是要救他了，这个当然要有那个我们那个神通以后我才会知道这个事，所以呢，后面就先用一个刮胡说底下佛说的这一段，需要修到神通才能够了解，它的那个深的一层的含义。三子以是故我以往昔乃以世人10节寿命，我予迄个婆罗门，予伊10劫会香，因为我们了解那个10节的寿命很长，就等允而明杀。为什么是杀呢？所以我们在现象看到国王杀婆罗门，其实他是救他，能够有10节的寿命。30有人决地一朝周氏，斩截丝丝，骂力鞭打，以是业言斗地步，所以又跟迦摄讲说呢，这个这个有人截地阿头卡，然后呢一朝各朝周氏砍树然后斩截丝丝体体斗地切。骂力鞭打个来打，那以是业言斗地步，这一种业言会不会堕入地狱？那么迦摄呢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堕地狱。按照我了解佛说的义理应该堕入地狱。何以故？如佛习为声闻说法，如此比丘移之草木莫色心。何以故以众生因恶心故堕地狱。因为恶心就堕地狱。那么尔时佛赞迦摄：善哉善哉，如所说，应善受持。按照你所说的。要记那个受持。三男子若因恶心堕地狱者，菩萨尔时15恶心。菩萨那个时候实在没有恶心。何以故？菩萨以一切众生乃至虫蚁，高雅牺牲灵敏，利息所以则何？善诸因缘之方便故。所以业高呀伊都真可怜已经碎灵要搁止灵爱足久的安尼千万拢咧种也足可怜的因为要力所以这个佛就讲所以则何？为什么呢？善知因缘就是这个菩萨呢，知道这个因缘，他为什么脸会粉碎？他为什么会当生？为什么会去当蚂蚁？都善知道因缘，然后呢又知道呢方便法门，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心很重要。那么以方便力亦令众生种之善根，以方便力要给众生呢来种知善根，所以我们在凡那个种善很重要，让善又生根，让善根又成熟，我们才会遇到善知。我们因为呢听到上乘佛法，这个都很不容易所以我们那个种善根要所以我们善根不种，种了你听到上乘佛法信心法，你也没有
有办法去实修，实际的去做，那我们有种善根呢，我们自然就排除那一些业障，然后就有办法来这个欣赏那个上乘佛法。那么以是义故我以尔时以善辩，虽夺其命而非恶心，不是呢那个恶心夺命。三指婆罗门法，这个婆罗门法呢，7岁呢到14岁要在家学习，15岁之后呢游方学问，学婆罗门法，15岁之后爱出门去学啦，去向业去学学问，这个婆罗门法。然后40岁要回来家养，娶妻生子，40岁爱等娶某生囝啦，50岁以后要入山修道了。所以婆罗门法就这样，它规定叫这样。7岁到10岁，伫咧厝诶学，15岁爱去外口。去向业去学，甲你赶出门一时去学，40岁转来娶某生囝，50岁入山就蛮奇怪可是他们都习惯按照那个样子。落沙遗子满50层那他呀。甲狗呀，就安尼好10车，无有杀罪迄拢无杀罪无少。这个有问题，这个说法有问题。菩萨对有生命的众生都是很爱惜的。